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66章，上主安尼讲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点。你要伫倒位为着我起宫殿？倒位会当做我安息的所在？这一切是我的手所做，所以这个拢是我的。上主安尼宣布。我要看顾的是困苦心灵痛悔、听着我的话就敬畏的人。杀牛献做祭，嘛杀人；献羊羔，嘛讲长狗的颔棍；献素祭，嘛献猪的血。烧乳香，嘛赞美偶像。即款人已经选定家己的路，因的心意爱通掩护的事。所以我选定要虐待因，互惊吓的代志临到因，因为我叫无人应，我讲因毋听。因颠倒做我看做邪恶的事，选择我无欢喜的代志。听着上主的话就敬畏的人，恁着听伊的话。伊讲：恁家己的兄弟怨恨恁，因为我的名的缘故去杀恁。因讲：愿上主得到荣耀，互阮通看见恁的欢喜。其实因才是应该受凌辱的。听咧，城内有喧哗的声，对圣殿有声发出，这是上主在报应伊敌人的声。圣城还未痛疼就生产，色眼还未吹准就生囝。啥人捌听着即款事？啥人捌看见遮个代志？敢有国家伫一日内就产生？敢有民族伫10000年久就生出来？毋久色眼一个开始吹准囝儿就出世。上主安尼讲：我既然互人临盆，减会无互婴仔生出来？你的上帝安尼问：我是互婴仔出世的，减会甲母胎关起来？恁遮个疼惜耶路撒冷的人，着甲伊做伙欢喜，为着伊快乐；恁遮个为着伊悲伤的人，着甲伊做伙欢喜庆祝。恁通伫伊的行程使恁得到满足，得到安慰；对伊充足的恁得到养饲来欢喜。上主讲：我要互耶路撒冷繁荣，亲像河流直直流；我要互万国的财富，亲像溪水，甲你淹满。我会甲你抱伫行前，互你使恁伫脚头屋顶，甲你耍，甲你弄。亲像老母安慰伊的囝，我嘛要安慰恁。恁会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。恁会看见，心就欢喜，亲像草得到润泽茂盛，恁会哪勇壮。人拢会知，我上主的气力，甲服侍我的人同在。我的受气会对我的敌人发出。看咧，上主伫海中来临，伊的战车亲像广烈仔风扫来。伊伫大受气中施行伊的报应，伫火中执行伊的刑罚。上主要用火甲刀审判全人类，真侪人为互上主处死。上主讲：遐个照异教的仪式，性别家己，洁净家己，虽人入去园内拜偶像，食猪肉、鸟鼠，通掩护下面的人，拢会做一个灭亡。我知因的作为甲意念，我要来啦，要将万国以及
讲逐款语言的人拢入我内，因话来为看见我的荣光。我要伫因中间插一个记号，搁对因中间找逃脱的人去列国，就是他斯、利比亚、敖舍钱的路底亚、土巴、希腊，搁到还毋捌听着我的名，毋捌看着我的荣光遐远远的海岛，因要伫列国传播我的荣光。上主安尼讲，因要对列国将恁的同胞带倒来，有的骑马，有的坐战车、马车，有的骑骡、骆驼，来我的圣山耶路撒冷。这礼物献互上主，拄亲像以色列人用清气的器具綴祭物献伫上主的殿。我嘛要指定因中间一寡人做祭司，做利未人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讲，我要造下新天新地，为照我的旨意久长存在。恁的后代甲恁的名嘛会安尼久长存在。每月的初一甲逐月安息日，所有的人拢会来我面前敬拜我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敬拜我的人出去，会看见陪伴我的人的尸体，食遐尸体的咒糖袂死，烧因的火袂花，所有的人拢会厌恶因。